来，乡亲啊，继续来看遮，甲这个水水的合欢山画甲亲像迄边安尼，实在看到会气死人。讲这个交通部公路总局，离这个合欢山在做灾害抢修的工程，要甲路创较快咧。结果是甲清脆的半粒山画甲剩光秃秃的土石，环保团体是气到唔好讲。 合欢山半座小山头卸掉一半光秃秃，路边也有看到怪手，交通管制，这是什么情况？那交管大哥告诉我说，哦，这里要开就是做停车场跟道路拓宽的工程。那我想说，可是完全没有看到告示牌，就觉得这是公家单位在施作吗？还是怎么样？ 环保团体真愤怒，讲这是台湾的心脏、生态、人文、自然地景，就亲像国家公园法所讲的，无法度以人力再造。乌山是交通部公路总局太鲁阁工务段段长讲，是咧进行灾害抢修工程。一个急弯，那我们就想说，在灾修保护边坡的同时，能够局部的去把那个弯道给加宽。 伫国家公园来进行工程，讲免事先环境评估。灾害附近的紧急工程可以免依这个预先评估环境影响的这个规定办理。工程开约半个月，原定8月完工，但是被这个破坏环境，太鲁阁工务段讲已经伫4月29天工，会找相关单位讨论处理。